基比医学中心妇产部医师，同时嘛是妇女保健中心的主任洪雅珊表示，真侪新手妈妈就算产前拢有学过哺乳的知识，不过伫个产后出院大约1-2礼拜，各种哺乳的问题就渐渐出现，会出现乳房会肿会痛，甚至有硬块、破皮的等。伫个求助无门的状况，基比医学中心嘛特别成立产后的哺乳特别门诊，让新手妈妈伫个哺喂母乳的时，袂阁再来卡关。如果是新手妈妈生产完之后，因为整个哺乳的一个变化，对她来讲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情形。那而且在住院的期间也只是3-5天而已，所以很多时候3-5天根本没有出现到这个问题，他就回家了。那所以乳房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在回家之后，可能是产后1个月内最容易产生状况，因为他回去有育儿的问题，也有哺乳的问题。那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比较容易会有塞奶啦，或者是小朋友在亲喂的时候乳头会破皮啊，妈妈会痛啊，或者是他不知道要怎么挤奶之类的都有可能。亲像这名林小姐，当初因为肿胀，甚至找房间的泌乳师来进行通乳的按摩。但却得到反效果，后来透过特别门诊，才可以顺利持续来哺喂母乳。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哺乳的问题解决了，然后小朋友可以很轻松的跟我一起就是做哺乳的这个过程，然后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对就是上网找或者是问其他人，我对我自己的胸部其实都不是很了解，然后产生了一些硬块、疼痛、红肿、发热，或者是小朋友吸不到奶的问题。其实我问了周边的人，然后大家的建议都很多，可是我自己做起来都没有效果。然后来参加这个哺乳门诊之后，就是跟着医师，然后经有仪器的一些结果，然后我可以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的乳房是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性质，然后我应该要怎么护理我的乳房，然后搭配小朋友吸奶，然后来就是解决我的就是乳腺炎的问题，然后小朋友的哺乳的问题也都可以很好的做解，就是获得很大的改善。基比医学中心跨科合作，透过具有国际认证泌乳顾问、妇产科医师、物理治疗师加哺乳各管师组成的专业团队，提供哺乳期的急性乳房的问题处理、个人化的母乳哺喂喂教、甲自费的乳腺疏通物理治疗等，顺利协助产妇饲奶的生活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